粵口法師今日嚟到深圳嘅龍崗區呢一度，準備同大家介紹一套非常之具有性價比嘅一個公寓俾到大家嚇。咁啊講佢係公寓咧，但係佢個戶型設計咧就係同住宅嘅設計好相似。咁啊係住宅嘅價錢嘅，即係點講咧，1/3嘅價錢嚟嘅。好啦，咁啊今日介紹嘅呢個屋苑嘅話，好平，有幾平咧？62萬咁上下，就可能就攞低一套帶埋裝修、帶咗紅本嘅一個房嚟，公寓嚟嘅。係啦，整得好靚仔㗎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喺呢一個寫字樓嘅大堂呢一度咧，好氣派嘅。你見翻到嚇，今日介紹緊啲屋苑嘅話，就係呢一度啦。一共咧係有3棟樓嘅。咁啊，我依家咧就係企喺呢一個寫字樓嘅樓下1樓大堂呢一度啦。咁呢一個高樓嘅話，到時候咧係180米嘅一個甲級寫字樓嚟嘅，會有一啲星級酒店喺入邊啦。係成個片區嚇，佢嘅一個地標性嘅一個建築物嚟嘅，非常之靚仔嚇。依家咧就係賣緊佢隔離嘅公寓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行過嚟呢一度，同大家講翻下呢個項目嘅一個情況先。咁啊，睇翻呢一張地圖啦，位於深圳嘅龍崗區呢一帶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佢嘅交通情況目前咧就略差咗少少嘅。最近嘅地鐵口話係呢一個木鼓地鐵站，距離項目嘅話要3.5公里，開車都要12分鐘嘅。咁平時咧亦都可以坐翻一個 M311嘅公交啦，6個站可以到翻呢一個地鐵站呢一度。咁呢一個地鐵站咧，我哋就可以直接坐19個站去到呢一個福田口岸噶啦，唔需要轉車，咁啊方便好多啦，51分鐘可以翻到去福田口岸。咁啊後期個深圳嘅17號線地鐵線咧，會2期嘅有一個良安田站咧，就喺我哋項目隔離500米咁上下。地鐵線咧開通咗之後咧，咁我哋翻去羅湖關口就會方便好多啦。咁啊講翻呢條深圳嘅17號線嘅話，係一條南北大動脈嘅地鐵嚟嘅，係從羅湖嘅老城區直接北上到呢一個平湖樞紐站呢一度嘅。如果呢一條開通咗之後嘅話，羅湖去呢一個平湖樞紐板塊呢一度咧就非常之方便啦，快速好多噶啦。係啦，目前嘅話呢個項目嘅一個交通情況咧，唔算話十分之好啦嚇，都係佢嘅一個缺點之一啦。好啦，咁啊講翻佢嘅商業情況先。咁啊後期嘅話，屋苑樓下1到4層嘅話，全部係做咗商場嘅，做咗32萬尺嘅一個商業體嘅。咁啊後期嘅話，落樓就可以行街食飯睇戲啦。目前嘅話，如果係去周邊嘅商業，最近嘅咧就係龍崗嘅萬達廣場啦，係屬於深圳首間嘅4.0萬達廣場嚟嘅。咁呢一個係屬於一個網紅商場嚟㗎，條超長嘅電梯好似做到嗰啲元宇宙嘅感覺，俾你進入咗一種宇宙星河嗰種 feel 嘅。咁得閒平時咧都可以帶小朋友去嗰度去玩下，打下卡下。咁啊，距離我哋項目嘅話，比較近嚇，坐1個公交站就可以去到噶啦，非常之方便。我講翻佢嘅醫療情況先。咁樓下咧就有一個龍崗嘅第5人民醫院啦，社區嘅服務中心。咁啊，平時咧有咩頭暈身㷫嘅話，落樓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比較方便啲嘅。咁啊，如果係話有乜嘢大問題嘅話，其實都係可以行路700米咧，去到呢一個華南醫院嘅，行路大概係10分鐘咁上下啦。呢一個係3甲醫院嚟嘅，就會方便好多。咁啊，項目嘅話，佢一共咧就唔算好多啫，得3棟樓去組成，其中高嗰棟咧就係寫字樓、辦公樓嚟嘅，到時候會係呢一個片區入邊嘅地標嘅。好高嚇，去到180米嘅一個高度嚟嘅。咁啊，佢下邊呢一度咧6到9層咧，佢後期會引入嘅係星級嘅酒店啦。11樓以上咧先係寫字樓、辦公樓嚟嘅。係啦，咁啊，剩低隔離呢2棟咧就係公寓嚟噶啦，依家作拎出嚟賣嘅。總共嘅話係708套啦嚇。唔算話十分之多嘅。咁後期咧，樓下呢一度1到4層咧，全部係做翻商場啦，32萬尺嘅一個商業嚟嘅。5樓咧作為一個公園，到時候俾翻我哋啲
公寓嘅業主落樓就可以逛下花園嘅。咁其實咧好多公寓嘅下邊係冇公園嚟嘅，冇得佢行下散下步啦。食完飯之後，但係呢一個屋苑咧係有嘅，所以呢個亦都係個加分項之一。好啦，講翻啦，佢賣得咁平嚇，62萬起步嘅，咁係咪冇紅本咧？佢係有紅本嘅喎，係啦，呢一個係有房產證嘅，2004年攞嘅地嘅產權公寓，咁啊50年產權嘅喎，呢個比較特別。平時我哋接觸開嗰啲公寓咧，多數一就係40年，一係70年，呢個係50年，因為呢個係早期攞嘅地啦，當時有批過呢一種地嘅。但係後面咧係已經係唔再批呢一種噶啦，比較少見嘅。咁佢呢一個咧就係商業用水、民用電嘅。咁啊電嘅話咁就會平一啲啦。佢到時候你嘅使用嘅一個成本、生活成本就會低一啲。啲產品咧整得幾靚仔嘅，全部咧每一戶嘅話係通天然氣，係啦，有獨立嘅一個廚房嚟嘅，可以明火煮食，有陽台下。咁啊，同啲住宅好似，咁呢種產品咧係非常之唔錯噶啦，係功能分區得非常之好嘅戶型，住起身同住宅一樣嘅，係啦，面積咧就細細地下，銀碼又唔算好高嘅，咁啊全部都係帶好裝修去交樓嘅，咁啊幾時收樓咧？就要2027年嘅12月先可以交樓，咁啊交樓時間係有啲長嘅。如果有啲客戶咧就覺得我想早啲買早啲去入住，咁呢一個屋苑咧就唔係好適合啦。建議咧就可以揀翻星河嘅 M5 公寓，咁啊嗰個咧會早收樓一啲，或者係光明區嘅松茂嘅一個裕城啦，咁啊嗰邊嘅戶型亦都係同呢一個做得係一樣嘅，都係做得幾好，價錢係差唔多嘅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呢個項目嘅賣嘅面積先，目前咧係賣緊39平方一房嘅戶型嘅嚇，16平方米嘅一個兩房戶型。咁啊呢兩個戶型都係唔錯嘅，係啦。咁一層入邊咧係三梯啦，15伙嘅，唔算話好密集啦嚇，整得都 OK 下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講咗呢個項目情況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準備上樓，同大家講翻39平同埋呢一個56平方嘅戶型嘅情況先。我哋依家撳 lift 上樓，上到嚟實體樓介紹嘅第一套單位係呢一個39平方嘅一房一廳一衛嘅 ，OK 有陽台下，通天然氣，而且開發商帶埋裝修嘅。咁啊見翻到咧木製嘅門啦嚇，電子門鎖呢啲全部都開發商同你整好晒噶啦。右側呢一邊咧，還要係整埋呢啲鞋櫃啦嚇，全部定製櫃呢啲全部整好晒嘅，包括衣櫃咧，佢都係呢一度連埋一體嘅，整好晒。咁啊闊度都 OK 嘅，50cm 嘅一個闊度。咁啊見翻到呢邊咧就係佢嘅一個廳嘅情況啦。餐廳客廳就喺呢一度咧，後期呢一度咧係放翻一張台高一啲嘅都得，或者係摺疊嘅。呢一邊放翻個電視機。咁啊見翻到呢一邊咧就係佢嘅一個房間嘅情況啦。咁啊房間咧佢依家咧就係放咗個1.5米乘2米嘅床嘅。咁如果你話呢一度咧就一入門口見到個床冇咩私隱嘅話，後期建議呢度咧做翻一個薄薄地嘅啲啲衣櫃或者係屏風。分隔開嚟咧，咁啊就會即係個私密性會好啲嘅。出邊咧就係陽台啦。咁我哋依家先介紹翻佢嘅一個廁所先。見翻到嘅廁所分段式嘅一個佈局啦。咁啊呢一個企嗰個位嘅話，其實咧都係可以轉得下身嘅，幾闊嘅。咁啊全部係裝修好噶啦，座廁啦、馬桶呢啲全部整好晒，瓷磚上牆，天花還要係鋁構板嘅天花嘅。OK， 我哋依家咧再望翻下，咁啊佢呢一度咧功能分區比較好，點解咁講啊？連嘅廚房啦，呢一度咧都係隔住開嚟嘅，咁啊長條型嘅呢一度放嘅雪櫃位都有，上下2排櫃，開發商全部同你整好晒，而且咧佢還係可以做到明廚煮食嘅嚇，有埋窗戶，通天然氣嘅呢一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出翻去陽台呢一度，我哋望翻先。陽台呢一邊咧就 OK 下嘅，幾闊嘅。咁呢一邊咧後期咧就熱水器啦嚇，方太嘅呢一邊咧係可以放翻一個洗衣機都冇問題嘅。望翻出去嚇，呢一個朝向咧就係西北向啦。西北向咧望翻對面嘅咧紅星美凱龍嘅一個全球家居嘅一個廣場。就喺呢度咧可以買一啲
家私家電啦，或者係啲建材嘅嚇，全部都可以呢一度買。咁你見翻到幾多人喺呢度停車？咁啊呢一邊咧係一個批發市場咁上下啦，好多人嚟呢度去買嘢咁。咁啊見翻啊隔離呢一度咧係深圳大學嘅華南醫院啦，係三甲醫院嚟㗎。佢離我哋項目非常之近啦，大概嘅話係行路咧都係500米咁上下就可以到啦。遠處嘅話還可以見翻啲山，咁啊呢一邊嘅視野咧都係比較開闊一啲嘅，朝向就稍為略差咗啲啫，西北向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行翻入去，同大家總結翻呢一套房嘅情況先。依家目前咧係未賣嘅嚇，預計咧係62萬到72萬嘅一個價錢啦，帶埋裝修，還可以按揭貸款上會嘅。3成首付嘅話，只需要19萬就可以拎低呢一度噶啦。係啦，咁啊依家介紹咗個1房，咁我哋依家咧接住去睇個2房單位先。咁啊頭先咧介紹咗個39房，咁我哋出到嚟呢一度走廊咧可以望翻到嚇，成條走廊一層咧一共係有成15戶人，3個 lift 嘅，其實都夠用噶啦。好啦，咁啊見翻到啦，咁我頭先介紹嘅呢一邊咧就係西北向嘅，呢邊咧就係東南向嘅。咁東南向嘅話，佢價錢會貴啲啦，朝向會好。夏天吹東南風啊，舒服一啲嘅，吹個風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接住介紹嘅咧就係56方嘅2房單位嚟嘅，係啦。咁啊方方正正啦，兩面採光嘅嚇，兩面採光嘅一個戶型，唔錯嘅。咁呢一隻戶型咧比較少嘅嚇，一層入邊咧只有4套嘅，端頭位先有嘅，即係。盡頭啦，即係條走廊嘅盡頭位，見到窗戶你就知道啦。端頭位呢一度一戶，呢一度一戶，前面嗰度咧各2戶，一共係4戶嘅。咁我哋依家接住嚟睇翻先。咁啊門咧呢啲咧電嚇，包括呢啲櫃咧，全部都係有噶啦。一入到嚟咧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咧就係一個細細嘅 L 字形啊，麻雀雖細五臟俱全，全部都有，包括有埋窗戶嘅嚇，有埋採光嘅呢一度。可以明廚煮食嘅。好，我哋依家接住去睇翻出邊嘅呢一個廳情況先，有獨立嘅一個餐廳同埋客廳嘅情況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先睇翻呢一個餐廳位，咁你過嚟呢度影下呢一度睇下嚇。咁啊4人位喺呢一度，插蘇位呢啲全部都有齊晒噶啦。好啦，睇翻客廳先，客廳嘅話呢一度咧係放嘅2人到3人嘅一個 sofa。咁啊，闊度都 OK，會比明顯係頭先嗰度你要闊一啲嘅，係啦。餐廳有啲似住家型嘅一個戶型。我哋依家出翻去陽台睇翻佢嘅情況先。其實就同頭先39平嘅係一樣嘅啫嘛，望翻出去個景都係一樣嘅。不過咧就唯獨呢一度嘅陽台嘅話，我覺得係會比頭先會闊翻一啲啲，闊翻大概咁多咁上下啦。OK， 依家入翻去睇翻房間嘅情況。咁呢一度咧56平咧就可以做到2房嘅一個設計啦。好啦，我依家睇下先。我身後嘅咧就係廁所，咁第一個房間就喺呢度啦，兒童房。而且咧佢係放咗一個1.4米嘅床啦，有埋窗戶㗎，佢唔係話一個暗房嚟㗎，真係有啲似住宅型嘅一個設計嚟㗎啦。好啦，咁啊依家睇翻嘅一個廁所先。成間屋只有一個廁所就係呢一個啦，亦都係做到乾濕分離。咁啊就係一個半圓形嘅鑽石形嘅一個企缸位，唔算話好大嚇，略細咗少少。呢邊咧就係佢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目前咧係放咗，我覺得未夠1.5米喎，大概2.4米，定製咗個床係啦，唔算話好大。好啦，有成1.9米嘅床嘅，係啦，1.9米高嘅床。咁啊，衣櫃都有，床頭櫃都有，都喺呢一度，係啦。朝向亦都係西北向啦，呢一個。咁啊，揀嘅話，睇下到時候開盤啦，佢嘅東南向同東北向嘅話，相差價錢多唔多？如果唔多嘅話，建議大家寧願買貴翻少少，住得舒服啲，揀翻個東南向。好啦，咁啊，我今期就同大家分享到1房2房嘅公寓。如果啱嘅話，可以掃翻上邊嘅二維碼。等佢到時候開盤，到時候Cici咧就發翻個價錢俾你，最終開賣嘅價錢俾到大家嚇，或者可以現場過嚟呢一度提前去睇睇呢一度嘅實景啦，現場去睇下周邊嘅環境嚇，睇下啱唔啱自己先。啱嘅話就可以提前過到嚟去即係點樣鎖單位啦嚇，去攞呢一套靚一啲嘅樓層嘅。
好啦，咁我哋今期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下期再翻一啲其他靚嘅單位俾到大家啦喎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